大家好，歡迎收聽 Gen Z Book Club，我係阿立。唔知大家咧近排有冇入戲院睇戲啊？可能咧因為近排嗰啲港產片啊嗰啲咧，即係嗰啲市道唔係咁好啊，所以可能咧我見到戲院多咗啲重製電影啊。其中咧有一套咧一定係經典，我諗大家都一定睇過。我試下讀一個入邊嘅經典對白咧，睇下大家知唔知我講邊套戲。佢同我講最近唔知點解開車嘅時候睇嘢好似越嚟越慢，嗰陣時我就知道佢其實越嚟越快。冇錯啦，我諗大家有睇過一定知咧，呢一套戲就係頭文字 D 啦。啱啱嗰句對白咧，佢咧其實係形容緊阿謝倫揸車嗰陣咧，入嗰個髮夾彎咧，好似入咗松咁樣，亦即係所謂嘅心流狀態。其實呢一個狀態咧，係由一個匈牙利嘅心理學家提出嘅。佢定義咧呢一個係一種特殊嘅精神狀態，係當你極度專注嘅時候，完全沉浸其中嘅時候，嗰個效率啊同埋個創造力咧會係出其不意地高嘅，會令你忘記咗時間啦，忘記咗飢餓，甚至忘記咗所有唔相關嘅身體信號。咁處於心流狀態嘅人咧，通常都具備以下幾種特質嘅，包括你完全投入喺嗰個活動之中啦，你會因為個活動而感到好狂喜啊，好開心啊，同埋咧你個心咧唔會好雜亂嘅，你好清楚自己應該做啲咩，同埋應該點樣做。嗰一刻呢個時間就好似停止咗咁，又或者眨下眼咧就已經好快過啦。呢一種咧就係 so-called 嘅心流狀態啦。唔知大家試過未呢？今集我哋會繼續介紹《做自己的人生設計師》呢一本書，我哋會同作者一齊探索究竟點樣先可以發現到自己嘅呢一個心流狀態，而有呢個心流狀態之後，又可以點樣幫助我哋設計到屬於我哋自己嘅人生藍圖。上集我哋有講到設計人生嘅第一步就係要了解自己，唔知大家有冇跟上集嘅 workshop 咁樣揾出自己嘅工作觀同埋人生觀呢？有嘅話，我哋可以去 move on 下一步。就係我哋要追蹤我哋嘅精力同埋投入程度。相信大家咧都會發現啊，有陣時咧有啲活動我哋做完咧係越做越有精神，越做越有 energy。但係有啲活動咧，我哋做完之後咧，成個人好似俾人抽乾咗咁樣，係完全冇力想做其他任何嘢。其實呢樣嘢係正常不過。喺現今世代啦，其實有好多人都係知識工作者嚟嘅。大腦咧係一個大量消耗我哋能量嘅器官嚟嘅。我哋平均咧一個人一日咧大概消耗2000卡路里左右啦，其中有500個卡路里咧都係俾個大腦用咗啊。其實呢個數據係十分之驚人嘅，因為大腦先佔人體大概2% 嘅重量，但係佢一日咧就攝取咗我哋1/4嘅能量。所以而家先會見到坊間有咁多話點樣可以 keep 住精神啊，點樣令到個人 productive 啊等等唔同嘅方法，就要令我哋盡量專注、盡量投入，令到我哋個人 keep motivated 同埋 keep 住嗰個精神。可能有人會話，其實只要我投入得越多，越中意嗰件事呢，其實我就唔會覺得攰噶啦，我就會有源源不絕嘅精力噶啦。的確係嘅，呢個亦都係好多人嘅 case 嚟嘅。咁但係咧呢樣嘢呢，唔代表投入程度同精力呢係畫上等號噶。我舉個例子啊，唔知大家身邊有冇啲好中意咩都拗嘅人，又或者好中意啲據理力爭嘅人啊？即係通常有陣時有啲覺得大家個意見係唔同嘅時候咧，佢就好中意將自己啲論點講晒出嚟啦，務求係有種要我要拗贏你啊嘅嗰個狀態。我自己都有少少係嗰啲人嚟嘅，但係咧每次拗完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好攰嘅，即係就算佢拗得贏都好啦，說服到人哋都好啦，佢之後都係覺得好攰，花咗好多唇舌嘅。咁所以佢好投入喺個辯論入邊，但係其實佢未必好大精力嘅。咁究竟我點先可以知道邊一啲活動係令我投入得犀利，而邊一啲活動係令我投入得犀利之餘，我做完之後都可以 keep 住一個好高嘅精力呢？呢個就係嚟緊作者要同我哋做嘅嘢啦。有一個好簡單嘅練習咧，大家可以一齊做嘅，叫好時光日誌啊。你最主要咧要記錄2件事，第一件事咧就係你嘅活動記錄。活動記錄咧係講緊咧你平時做嘅一啲主要活動。如果返工嘅你可能係我開會同同事食飯，可能諗橋做 report 都好，呢啲都係唔同嘅主要活動。你列翻出嗰個主要活動咧，從事嘅時候咧，你有幾專注，同埋你嘅精力程度分別係點樣？舉個例子，可能你平時返工同人開會諗 idea 嘅時候，你嘅投入程度可能有4分，有5分。咁但係你做完諗完橋之後咧，你個人就好攰嘅，你精力咧可能剩翻1分定2分咁樣。咁就每一個活動咧，根據專注同埋精力咧，都俾一個分佢。當我哋記錄咗幾日之後咧，就開始會見到個 pattern， 究竟邊啲活動令自己精神啲，會令你之後 keep 住個動力，而邊啲活動咧你做完之後咧就會冇咁起勁。
咁呢一個咧就係你設計人生嘅其中一個線索。第二 part 咧就係反省。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跟住自己嗰啲活動記錄咧，寫翻低一啲自己嘅感想，揾翻一啲趨勢，揾翻啲心得，或者有冇邊啲位你係發覺意想不到嘅。呢些原來你好中意同啲同事一齊諗啲新嘅 idea 嘅。咁你中意個原因有機會係因為你好中意同同事溝通，一齊諗啲新嘅嘢，又或者第二個原因係你諗到一啲平時你自己一個人諗唔到嘅嘢，呢啲都可以係令到你開心同埋滿足嘅原因，而你亦都要將呢啲原因記錄落嚟。呢個簡單清楚嘅記錄方法呢，其實有助自己更加了解自己對咩方面嘅活動比較投入嘅。對於嗰啲處於緊迷茫階段嘅人呢，呢個練習呢可能會幫你揾到你未來更加想發展嘅方向。就算對其他人嚟講，呢個方法都可以幫助你 plan 到一個更加有效率嘅 routine。舉個例子啊，相信大家我當做文書做 office 嘅人呢，都會有一紮好厭惡性嘅 documentation， 又或者一啲 administration work 要做嘅。咁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將呢啲工作咧攝喺一啲可能高投入程度、高精力嘅活動之間，咁令到咧中間嗰段時間咧，你當俾你自己個腦放鬆下都好，而你成日咧嗰個精力嘅分佈咧，亦都會相對地平均，咁樣起上嚟咧，你做事都會更加有效率，同埋個人咧都會 keep 住 motivate 多啲嘅。咁嘅 workshop 咧，其實都係 focus 緊我哋一啲 existing 嘅人生啦，同埋我哋嘅狀態係點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其實我哋嗰個人生根本就平平無奇，好似冇咩特別令我投入，每一日都係返工等放工嘅話，咁點算好呢？咁呢個時候呢，就係要用設計師嘅思維去諗嘢啦。其實呢，設計師係從來唔會俾所有嘅問題卡住咗，佢哋唔會話自己冇路可行，冇話自己冇 idea， 佢只會話自己仲有好多機會，好多新嘅嘢未試夠。簡單啲嚟講，與其不斷 focus 喺眼前嘅困難，作者想大家 focus 多啲喺人生唔同嘅可能性。作者想大家咧諗多啲天馬行空啲嘅 idea， 仲要諗得越多越好添。呢個亦都係生命設計師嘅原則。有兩個原則嘅，第一個咧就係要諗多啲大量嘅 idea， 因為我要有得揀咧，先可以作出到一個更加好嘅選擇。第二個原則就係，當我無論解決咩問題都好，千祈唔好諗到第一個解決方案咧就揀咗嗰樣嘢啦。因為人嘅大腦咧通常都好懶，好想盡快擺脫問題，所以成日都會釋放一啲正面嘅化學物質，令到自己愛上咗自己第一條橋。然而經驗就同我哋講，千祈唔好愛上第一條橋，因為通常呢一樣嘢9成9都唔會有一個好嘅結果。要令自己諗到呢啲天馬行空嘅諗法，要靠一個簡單不過嘅工具，就係 mind mapping 心智圖啦。大家要將一個自己覺得投入或者有趣嘅 topic 咧，擺喺一個圈嘅中間，然後咧再根據嗰一個 topic 咧，延伸一啲你覺得相關嘅詞語出去，不斷延伸出去，重複呢個步驟，直至延伸到有第三、第四個圈嘅出現。而個重點就係咧，喺呢一個聯想嘅過程之中咧，你係淨係得3至5分鐘嘅時間俾自己嘅啫，而好快咁樣完成咗佢嘅。當你諗嗰啲字詞嘅時候咧，唔好俾個大腦有 process 嘅嗰個過程，唔好自我限制，總之諗到啲咩就寫啲乜嘢。千祈唔好審查自己，因為呢一樣嘢咧就好似等於限制咗自己諗唔到一啲新嘅 idea 出嚟咁樣。作者希望咧大家用好時光日誌咧去畫3張分別嘅心智圖，每一張咧最少都要延伸3至4層，而最外面嗰層嗰個圈咧要有最少12個字詞，所以都係一張幾大張嘅心智圖嚟嘅。首先第一張心智圖咧，作者想大家揀自己最感興趣嘅領域，或者令自己全心投入嘅活動，即係投入程度最高分嘅嗰個活動咧，擺喺心智圖嘅中間，然後做一次啱啱咁講嘅技巧咧，聯想大量嘅字詞同埋概念。第二張心智圖咧，作者想大家咧喺個日誌入邊揀咧，令到自己特別有活力嘅嗰件事或者嗰個人，亦即係嗰個精力嗰個 bar 咧係最高嘅嗰個活動。可能係你上緊美術堂，或者你 supervise 緊你嘅同事。第三張心智圖咧，作者想大家咧揀出某一次心流狀態嘅體驗，即係專注度同埋精力都最高嘅嗰個活動咧，嗰個體驗放喺正中間，再完成你嘅心智圖。Let's say 係喺一大班人面前講嘢，又或者係一大班人一齊坐低度橋。完成咗呢張心智圖之後咧，我哋要做嘅嘢就係喺每一張心智圖最外面嗰一層嗰個圈咧，揀出3個最吸引到你，但係又好唔同嘅詞彙。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我直覺揀3個最吸引到我嘅字詞啦，但係佢要冇乜關係嘅。跟住咧，我哋就要將呢3個詞彙咧 merge together， 去 create 一個咧聽落去好好玩、好有趣、有幫到人嘅工作。
佢唔使好實用嘅，即係唔使係啲好實際嘅工作嚟嘅。舉個例子，可能你會話我幫助別人嘅時候最投入嘅，咁幫助別人就有個主題去 start 嗰件事啦。咁我可能會諗到啲咩，可能教學啊，我當輔導啊，social media 啊，或者一啲 product design 等等嘅嗰啲字詞，俾我用幫人呢個字去 spread 開去啦。咁我可能最後尾 take 到嘅字詞咧，先會係心理學、講故事、app 咁樣。咁我就可以 base on 呢啲字眼咧，包一個 so-called 新嘅職業。可能係講緊話開發一個幫人每日記錄佢自己嘅情緒，並且用一個故事形式回顧嘅一個 app， 咁就可以 share 俾其他人咁樣，即係 let's say 咁樣嘅一個例子啦。最重要係嗰樣嘢係呢啲 idea 唔一定要實現到嘅，佢未必係一個你未來要行嘅方向，但係佢會俾到一個新嘅諗法你，新嘅道路你，去為你打開一條你可能從來都冇諗過嘅道路。下一步呢，可以話係好多人睇完之後覺得呢本書最有價值嘅地方。亦都有好多人引用嘅一個計劃嘅方法，就叫做奧德賽計劃。呢個奧德賽嘅意思呢，其實佢係引用咗一個之前史詩故事啦，一個人物叫做奧德修斯嘅一個長征之旅啦，係攞咗佢嗰個呢，覺得人生係應該要抱有希望同埋目標嘅意義嘅。咁究竟呢個計劃係咩嚟嘅呢？簡單啲嚟講呢，佢就係想大家設計3種唔同版本嘅5年人生計劃。呢3個版本呢，分別第一個版本係一個目前做緊或者最想做嘅計劃，第二個版本係如果計劃1突然間行唔通或者已經 outdate 嘅時候，你會做啲乜嘢？第三個計劃係如果金錢同埋面子都唔係一個問題或者一個考慮嘅因素，你會選擇做啲乜嘢？每個計劃呢，都應該有包含幾樣嘢，分別係一個時間軸，你要幫我計劃定一個主標題，有3至4個唔同嘅探索問題去幫你更加了解自己點樣實行到呢個計劃，同埋亦都有一個擬版表去做評估，分別係資源、喜愛程度、自信程度同埋一致性。當你有咗3個版本嘅自己呢，你會發覺最重要嗰樣嘢係明白自己人生呢，原來唔係淨係有單一嘅答案。諗下自己喺邊一個計劃入邊，喺資源、喜歡程度、自信程度同一致性呢幾個項目攞到高分啲。邊一個版本嘅你，令到你覺得個世界更加美好，令到你更加有對人生嘅嗰個熱誠同埋盼望。而邊一個版本嘅你，係會令到你內心覺得冇咁有衝勁，冇咁有希望嘅呢？攞書中嘅例子為例啊，佢有一個5年計劃咧，就係想喺矽谷創業嘅一個故事啊。咁你見到咧嗰個圖嘅上半 part 都係關佢呢個創業故事啦，包括可能頭1-2年咧都係可能創作下概念啊，進行下募資啊，進行下產品研發咁樣啦。咁去到第3至5年咧，就正式可能諗下點樣 scale up 佢個 product 啦，最後尾去上市嘅。咁除咗呢個工作之外咧，其實你都見到咧，佢下半部分咧都有啲關於佢個人啊、興趣等等嘅嘢嘅，包括可能佢想跑半馬，佢再遠啲佢會想行唔同嘅山峰、行唔同嘅步道咁樣。咁終極目標都見到啦，有維持個家庭健康同身心健康。咁所以其實 overall 咧，佢唔係淨係一個工作嘅5年計劃啦，係真係成個人生嘅5年計劃嚟嘅。咁你見到資源嗰度啦，佢可能得50%，咁可能佢覺得佢自己嘅客觀資源未必係好全面啦。講緊嘅可能係執行計劃所需要嘅時間啊、金錢、技能同埋人脈都可能未必係真係100% ready 啦而家。咁但係佢嘅喜歡程度咧就十分之熱情嘅，佢亦都好有自信啦。佢而家係可以完成到嗰啲事情，你見到佢自信都好高分嘅。一致性咧係講緊佢覺得呢個計劃可能 overall 行唔行得通啊，又或者呢個計劃同佢本身嘅嗰啲工作觀啊、人生觀啊，可唔可以協調得到咁樣？咁你見到佢都暫時冇話好大信心嘅啫。咁點解佢嘅一致性可能未夠高呢？可能係有啲問題佢棘住咗，又或者佢而家未得以證實啊。所以咧，你見到咧，佢下面其實有幾個問題咧，係佢需要就住呢個計劃喺未來加以證實嘅問題。當中包括佢究竟問自己有冇創業者嘅特質呢？佢嘅橋夠唔夠好呢？佢有冇辦法可以募集到投資者嘅錢呢？呢度咧就有第2個5年計劃，個前設就係當佢可能資源、金錢等等嘅考慮都少啲嘅時候，佢會做啲咩呢？咁佢可能會選擇做一個雞尾酒調酒員啦。你見到上半 part 嘅嗰個5年計劃啦，佢都係講緊話我可能要去做香草園雞尾酒，調發一啲自己獨家嘅一啲苦味藥酒啦。咁亦都會去寫書啦，亦都會做好多多姿多彩唔同嘅人生啦。咁下面亦都有話佢要練瑜伽啦，有開瑜伽學校，基本上係
一睇咧都覺得係 based on一啲佢而家人生嘅興趣咧，再展開出去嘅唔同嘅規劃人生嚟嘅。咁你見到咧佢熱情咧就直情係100% 噶啦，一直咁，但係佢自信程度就冇乜啦。可能佢而家都係處於一個初步階段，有興趣但係未發展到成專業嘅一個階段啦。咁一致性咧都未必話好高嘅，對而家嘅佢嘅狀態嚟講。咁佢要解決問題就係成件事有冇太 risky 啊？佢做嘅嘢自己興趣即係咪真係造福到個社群啊？同埋佢做咁多嘢興趣行先，又係咪真係有利潤呢？咁樣當設計完呢3個5年計劃之後咧，作者建議人哋 share 俾一班會支持你嘅人，仲叫佢哋俾翻一啲 constructive 嘅 feedback， 同埋俾一啲新嘅 idea你，而唔好將嗰啲計劃 share 俾一啲淨係識得潑你冷水同埋批判嘅人。成個生命設計嘅重點咧，其實係俾自己人生有選項。設計呢個多重人生嘅練習咧，係可以引導到我哋去揾嚟緊潛在唔同方向嘅人生嘅。我哋唔需要將我哋成世嘅人生咧設計得啱啱好，又或者我哋唔需要期望我哋嚟緊每一步都要跟住我哋設計咗嘅嘢行，因為都明白人生係有好多唔同嘅未知數。所以呢個練習嘅重點咧，其實唔係要我哋揾出個答案，而係要我哋學識接受啦，同埋要有探索問題嘅一個心態去面對人生唔同嘅可能性。我哋要 keep 住對人生唔同嘅好奇心，同埋要 keep 住嗰個對人生嘅 imagination 咧，先會令我哋嘅人得到熱情，而唔會再塞喺嗰種我唔知道自己究竟有咩選擇，唔知道自己應該點行嘅嗰個階段。當你有晒人生方向，有晒人生目標同計劃啦，下一步要做咩呢？就係要打造原型啦。打造原型即係咩呢？其實等同於我哋早2集講嗰本你要如何衡量你啲人生入邊嗰個試當真一樣，就係要嘗試用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去測試究竟呢一條路係咪適合你自己，亦都係要用呢一個方法去解答翻啱啱喺個奧德賽計劃上面寫嘅嗰幾條問題。點樣先可以真正到解答嗰啲問題呢？其實都係好簡單，就係睇下會唔會揾到一啲相關已經係從事緊呢個行業嘅人進行對話啦，又或者去嘗試揾一啲簡單啲嘅原型體驗去做實驗啦。可能某一日跟一啲身邊或者相關行業嘅人去做一日 no pay 嘅 experience 等等啦，去親自試下水溫。要不斷積極咁樣揾人去做生命設計訪談同埋體驗，去打造一個屬於自己嘅原型。呢一件事可以令你更加清楚知道呢一個人生計劃適唔適合你自己。到最後，作者都分享咗一啲喺我哋設計人生上面十分之耳熟能詳，但係十分之重要嘅正確心態。佢提出其實人生嘅選擇咧，從來都冇對同錯可言嘅。個重點咧就係用一個好嘅方法進行選擇。當你進行咗選擇嘅時候咧，你就要 keep 住堅持你嘅選擇，繼續去行落去。人生設計咧唔係一次過就完成嘅，而係一個不斷實驗、不斷修正嘅過程。所以咧唔好害怕失敗。當你每次失敗嘅時候咧，要記錄低佢，再揾翻出自己失敗嘅原因、弱點同埋成長機會，將錯誤視為你學習嘅機會。正如書入邊所講，人生係一場無限嘅遊戲，當中冇輸贏，只有不斷嘅成長。我覺得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呢本書咧，係一本好實用同埋好有啟發性嘅書嚟。佢教我哋咧唔好咁短視啊，唔好淨係望現在，唔好淨係諗我而家要做啲乜嘢，我俾啲咩困難紮住咗，我冇得行其他方向噶啦。反而係去諗我想成為邊個，我想成為啲乜嘢人，我想達至一個點樣嘅高度。佢開闊咗我哋看待人生嘅可能性。所以如果你都覺得自己行到一個樽頸位咧，不妨試下用呢一個設計師思維啊，跟個作者用佢啲 workshop 去發掘一下一啲你覺得天馬行空，對你嚟講又適合嘅一啲 idea， 可能係一啲新嘅你冇諗過嘅一啲 idea， 或甚係一啲可能已經俾現實所埋沒咗、擺低咗好耐嘅一啲 idea 都好，再勇敢地慢慢去試出一個屬於你自己新嘅人生方向。呢本書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咁啱啱嗰幾集咧，我都係揀咗啲同人生規劃相關嘅書籍做分享啦。咁嚟緊我都會發掘多啲唔同新有趣而有意義嘅主題嘅書咧，同大家做分享。多謝你收聽 Gen Z Book Club， 讀書唔止係吸收知識，更係你升級人生嘅一大捷徑。我係阿立，我哋下集見。